貨靠梯、點貨靠機、搬貨靠人，呢啲傳統倉庫嘅景象已經被高科技替代。為咗提高營運效率、減低成本，物流業界近年積極推動建設智能倉儲設備。有大型速遞公司利用 X 光掃描系統檢查貨件，加上全自動貨件處理系統，可以自主測量重量同埋尺寸，每日處理超過5萬件貨，效率提升超過1倍。香港空運貨站採用自動化儲存同埋散貨系統，存貨位置全部由電腦管理，每日可以儲存同埋提貨9000次，而且系統連接海關驗貨大堂，工作人員可以直接攞貨查驗。政府亦都積極推動科研，例如資助研發中心開發重型自助導航搬運車，可以用喺貨倉、工廠同埋大型零售店，代替工人搬運重達1000公斤貨物，更加能夠自動點貨。大數據、機械人、物聯網推動自動化倉儲，助力香港物流業邁向工業智能化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